崇德粵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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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年直線，百年直線，百年執信，執信中學生日快樂！呢個就係我哋以前嗰個美術課室嘛，最記得啊嘛，係就係喺嗰個仁愛樓嗰個2樓嗰度啊嘛。咁啊，我最記得我以前調皮啊，楊老師啊罰咗我同啲女生坐嘅。真係？係啊，真係㗎。話到咁殘忍啊！唔殘忍，好開心。你將我罰去同女生坐，唔知幾開心。哇！呢個衰仔啊！1954年9月，直到而家都未離開過學校門口。我有一句話，經常喺課堂都會強調就係：好在你哋嚟到執信中學，係省嘅重點中學，各方面都要求好嚴格。你哋好有福㗎，我咁覺得真係啦。我哋嗰陣時嘅美術教學好有特色喎，係將啲學生係帶出去嗰個畫校景嘅。係啊！我諗呢個可能係楊老師嘅首創啊，應該係，或者楊老師特級教師。嗱，你一組織啲學生係要嗰陣時已經係走出個課室，係嘛？喺校道上邊，即係畫校園嘅風景。呢個真係首創啊！呢個係啊，睇下呢個係嗰啲學生嗰啲。整賀卡啊！好簡單嘅嘢。係啊！見一紮黃豆，見到樹葉樹枝，咁啊膠水。嗰陣時啲賀卡係自己整嘅。係啊，就係咯。哦。嗱呢張係咪？一個鞋印，一啲花，做一個有道德的人。對。鞋印裏邊嗰個就冇色嘅，鞋印之外啲花就有色嘅。冇錯。你做咩係咪啊？表達一個即係你。佢好簡單個畫面，邊個都畫到嘅。係。啊，教師節嘅畫面嗱，將佢掛喺校園裏邊。係。咁幾好咧，係咪啊？做一個有道德嘅人啊！呢幅畫啦，就應該係一個宣傳畫咯，叫做。係宣傳畫設計。嗰陣時喺個校園裏邊係。掛滿晒喺個校道嗰度㗎，呢啲楊老師應該係發動學生整嘅宣傳畫，係嘛？每日都見到啲學生，好開心。我去高中畢業，由梧州市教育局保送去華中師範學院，咁佢有音樂、美術、藝術，咁我咧就。去咩啊？最初我咧就動員，盡量多啲學藝術教師特別需要，因為咧以後咧學校細，一個教師可以教音樂，可以教美術。我哋嘅學校係細細啲嘅，冇咁大間學校。咁於是動員嚟動員去，自己嘅時候聽講話好啦，聽講學藝術功課好多㗎。時唱啦、二胡啦、鋼琴啦、作曲啦、素描啦、油畫啦、水彩啦，好多功課。咁我都，但係我又喜歡啦。我覺得樣樣都好似啱我咁喎。咁喺嗰時候打落基礎。咁咧有時候星期六嘅時候，學校咧就放電影，大家都要睇電影。我就去學校係辦公室度借啲黑膠唱片啊、唱機翻嚟，自己喺宿舍聽音樂。咁中意呢啲嘢。首先，美術老師要知識面盡量使到自己講一啲，
做老師唔好咁戒口，青菜魚肉咩全部營養要全面。我就喺呢方面做得比較好，我認為真係嘅。連黃金譚都同我講過，全校教師裏邊訂雜誌嘅最多係呢個人。你知識面太窄，你個課堂好淡噶，講起嘢後邊都冇嘢嘅，係咪啊？講嚟都講嗰兩句嘢，啲學生邊有興趣噶？我上美術課嘅時候咧，會設計一啲背景音樂。有音樂嘅時候咧，佢就大腦平衡咗，覺得哎呀我啲攰佢哋一聽到呢啲音樂，佢又覺得舒服好多。咁即係喺課堂上面，一般冇學生嘈佢巴佢講話嘅，冇呢啲嘢嘅。有時候課堂上面要講啲好簡單嘅，學生能夠接受嘅，好淺嘅，但係佢個內容又好深嘅。咁學生慢慢會喺自己嘅大腦邊發酵，形成學生嘅審美觀。譬如你講到，譬如林黛玉見到花一落地，好傷心。諗到我自己將來我落地之後邊個葬我咧？首先葬花，為自己就哀樂先。但係健康嘅、勤勞嘅勞動者就唔係喎。花開花落，花開結果，收穫就要到嚟。未來幾咁美好，係咁去鼓勵啲學生噶。嗱，一朵花開花落，你去睇花，人哋又睇花，係咪啊？中意上我個課，我唔係強調技術，咁所以咧就學生興趣就大，而且特別見到學生嗰啲優秀作業咧，老師同佢商量，同佢提高，將佢放大。出現喺校園裏邊，啲學生見到好開心㗎。嗱，睇下我喺課堂裏邊嘅作業，能夠喺校園環境裏邊出現，鼓勵咗學生，亦都鼓勵咗老師。咁慢慢，我自己覺得好開心，我自己開心。